嘛，去雕嘛，嘿嘛，他去希腊，古希腊剧场，我们大家不是过去站在剧场里面，宠龙椅子走，对对，意思到之后嘞，给前奏放下去。老山歌子前奏很长嘛，山歌还没放完，前奏还没放完就被。那个时候就说我什么歌都可以去尝试，就演歌不可以尝试，尝试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死路一条。那这张专辑我觉得说，既然以前老师不让我唱演歌，也不让我比赛，这一次我直接拿演歌当主打歌。哦。老年到你去，老年穷下来。乡亲朋友大家好啊，丰富啊！爱情啊，大家好。好，也来到呢老年大擂台流行歌曲组的保卫争霸赛。目前避免炸吸管的送出门。哎呦，你们也比较成熟一些。比较成熟吗？这种感觉。哎呀，没有啦，还好啦，因为看起来就是这样就是天真烂漫的啊，天真。天真烂漫，对呀。因为安尼参做朋友讲真嘞，个个设立出动力会，动力会，还有新来的朋友，新来朋友，新来朋友，伫创作样板啦哈。哎，等下糖就地，等下糖就地哈。好来，比赛之前来介绍下你评审席上哦。好，欢迎，是嘉宾先生，是思碧先生，尤少奇先生，宋碧先生。来，开始比赛，开始比赛。TVB 新的朋友来自花莲富里刘玉米带来客家妹我来弹个啦。客家妹，唔怕风寒上山。哎呀，用年纪，哎呦，好，四粒字的哈，阿妹唱的嘞，哈。铁白龙，好对人啊。对，花莲来的朋友。系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请问一下，你有105公分吗？冇多，冇多，148，差不多吧。冇啊，冇。
好娇小哦。啊，真的呀？哇，清淡印象呢？对呀，好可爱哦。哎呦，对呀。我好像小学哦，那算了。那冰冰姐应该比你高一点。比聊一周嘛，人小志气高。志气高，对。冲得厚就厚了。对。有没有参加沟通比赛啊？不好意思啦哈，拍摄啊。客家妹啊。对。哎，你客家妹动台风啊？对呀。所以你花莲啊，推动参加会线吗？会线。嘿。啊来也比賽。踢敗輪，都嚟看下輕用版，吹下冷意啊，看一下 Lost Phone， 係嘛哈？你那年輕有名啊？輕有名啊？看到本人敢講樣版？很親和力啦。親和力哈。本人有帥嗎？有，你很美。我們已經見面第2次，不用這麼客套。哎呀，他最愛聽的這邊呢。原來是菜花，嘿麼，各式各樣嘅獎，咩都獎。羨慕。有嘢見每巴仲很下獎。對。跟有去參加呢歌唱班也都有冇？有參加。有參加。所以歌唱班睇得人就土得人家就去安尼四川比嘛，係嘛？冇啊。自家報名去嘅。你喺欣賞係嘛啥法令嘅片？你下係李惠民老師。李惠民老師，係啲東埔歌嘢嘛，唔係西埔歌嘢嘛。嘛係法聯嘅啦。法聯欣賞，法聯欣賞啊。是師飛欣賞真啲。師飛欣賞就啲。係啊，李惠民欣賞我有條動作。係，佢啲法聯。那四位老師，你即個係啲法聯有開班冇？應該係服務較多啦，因為我這個有一個協會嘛，所以我就啲地方會分享唱歌嘅快樂，就教大家唱客家歌。用服務的性質。串聯花東 T T 啊，有乜發通就會串聯起來。對。真的懂有心。真的。哎呀，這客家後菜有一對有心嘅先生。那後菜你的那種傳承啊，後菜人家都很唱。來倆比賽。係冇客家語言、客家歌曲越做冇滅脫咯，係嘛？係啊，喺玩呀，大家共下努力的話，至少都延續較多年的喂。全部繼續加油。好，來唱出來唱，嘉賓欣賞來公平哈。最近比較瘦了哈。因為這年吼，大幫人按好唱客家歌，將有近比來節目談到。冇唱客家歌，雖然講你數歌曲啊，你接接談到，我喺成講哦，根本不管你係啲台東嘅台風，你係講你作嘅三副，真件都懂完整來表現客家妹嘅數歌曲。我希望你一聽懂好嘅數歌曲唱冇？有冇？有啦，係你唔學嘅第一條歌嘅。可能咯，大家啲嘅化妝嘅時間佢坐啲嘅位都當笑面。我知道你唱呢首歌曲最重要嘅係你係笑容，因為笑容咩做得影響到你唱歌嘅感覺。呢首歌曲出甜甜嘅歌啊，你細細粒字嘅。上暗亮，來做啲係你嘅優勢，你一定要記得。當然啦，因為第一擺嘅比賽一定要當緊張，唱冇出場家有兩支嘅一間咩地個落魄。我啲想講可能線上教嘅東西有陣時啊，要不斷嚟練習。呢首歌曲咧，其實你唱得當好，唔過呢首歌曲重點係你要唱得當輕巧，一粒一粒嘅，你得幾啊？每音拖太長嘅時間，可能也起冇足，也音準出個跌脫咧，對冇？再去彈咗啲嘢，可能想一下唱歌嘅，唱乜嘅歌都強樣，一條成音，我知道客家歌係那特別，因為佢音熟嘅，佢出音走出來。譬如講客家妹嘢唔講風寒雙神講，有冇？它就是有個音律在啦，可能你冇接用安尼方法，古所講。各位同學較平的喂，出冇嗰種我們講的層次感，好，我第一天拜來聽緊張，我記得羅國立先生接講，我們要與緊張怎麼樣和平共處，我哋有新的詞哦，你要學習駕馭緊張，好嗎？我是常常聽到醫生講說，我們要跟癌症和平相處。
让你的细胞怪一点。对，坏的也对，和平相处。就跟所有的事情都一样，某 TP 对抗有赏识，跟他和平共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新的世界。是。好，今天还能背后呢不错，因为替败来嘛哈。等下看其他欣赏不会粉书，加油哦。好，谢谢。对呀，看替败的两个神经样，好吧？好，准备人小志气大，嘿，我们小巨人发威了，来。好，看一下刘永明的分数。哎呦，金龙欣赏。哎呀91.5也分数留下来，伫几率高嘛啦，哎呀，发啦，但是法典一专案验呐，嘿没嘛，算来台北一日游没做的，哎呀，搞一下，尤其是这里，不要在旁。哦，是蒙佑明自己现在也可以哈。好嘞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杀下来，杀来原件比带来去比熊。好，来，等下啦。中的暗涌，根本应该用为我，马街事情爱做全部梦，行出家门四處昂，街路仍然來往往，原來世界唔會天之盡頭，手牽起家默默。出走，就把本應看到才發覺，你也會能我空容，愛也會能我空容，總係用心做的該夢想，條件也能我空容，以後人生我空。就該前鋒，人生意義不是因果，總係後路對的前路，路苦因公路行多，天行多來回就來到。哇，好阳光正向，给一条狗哎呦！哎，越来越不哎，对啊，他现在越来越自在，真的嘞。对啊，无量。提了两边有通众，对啊，然后有进入歌的状态。是。黑毛新手爸爸都不累。哎呦，新手爸爸，女儿刚出生啊，第二个，5个月。按标哦，对，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想要生小孩？不是，现在人家都不带生小孩了。为国争光。有点给那个计划就是要娶妻生子嘛。不是，现在真的少子化。我那天看报道，哎，现在1个月不到1万人出生呢。现在惨到这样子哎。你共退班吗？台湾啊。哦，真的哦。1个月才8000多人呢。哦，真的啊，那个个都是宝。是啊。那你有双宝？两宝，都男的吗？女生，都女生。对，难怪他还想再拼男的啦。是要这样，全部走的了。啊，怪死我嘞！你不想再拼个男的？
可能冇嘞吧，穷甜的吧？一个啦，我存按都你要养哟，我按不会存。你说都女生，然后再拼一个男的，那个男的会2个姐姐会很照顾他，有可能。对呀，佢冇講來啊，充電頭都難懂。還有什麼呢？別他們會唱五講耶嘛，5個月大是嗎？这个照片还蛮可爱。這個是姐姐吧？的姐姐。哦，姐姐。啊，那小的嘞？冇按頭圖。哦。所以唱五講耶聽聽啊。是，他蠻演的圖。保姆，白天的保姆。白天的保姆，用啥上班那樣。哦。啊，你按不一樣，而且給圖啊，也是蠻累的。還有。真的照顧小孩真的非常累，對，對啊，這就都像慧茹姐都有小孩的，對啊，全部都有啊。詩慧姐也都有小孩的，對不對？詩慧老師，誰是詩慧姐？詩慧老師啊，現在好敏感哦，對於這種被羅哥叫詩慧姐會擔心，對啊，會嚇到，會嚇到，因為地位本來就是大姐的位置。冇啦，冇係變卡西啊，不是地位問題。我們不是差不多嗎？差一些啊！哦，差一些，差一些差東多嘞，365天呢。哎呀，一年而已，計較那麼多。很多，對我們來說很多。好了，衝出來，衝出來，哎，剛好來請詩慧妹。好，詩慧妹啊，嗨 ，Gabby，哎呀，仲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聲線，我當喜歡你上線哈。今日帶來一個綜藝藝術歌曲。我這種歌行動會線吼，也現在對人嘅一個上線有同適合，也係一種當對面嘅一種表現。啊，尤其可能我唔點來幾多擺，因為我頭一擺看到，所以我這種見比較有點害羞。你第幾關今天？你今天第幾關啊？我沒有半關呢。你沒有半關？不是，來幾多拜啦？來幾多拜？第4拜有沒有？對，4、5次，第4次。金碧川第4拜。哦，金碧川第4拜。哦，安尼所以應該有經驗的啦。啱講話可能第1拜看到，可能略個講安尼吼，一頭前開始啦，吼，因為嗰個前奏部分就不會有動開比較陽光可以表現的方式了。可是，一開始似乎好像冇安尼。好像沒有揚起來那個氣氛，可是我看到Hellboy部分，我已經看到那個升 key 的部分，哦，那個感覺已經起揚了，上去比嘅，真嘅上去比嘅感覺，嚇，我知道係，啊，接下來可能我本來建議就係講，因為一種有個呢方式來，我覺得在某一些地方，你可能要注意到拍子的掌控，然後佢拍嘅掌控嘅部分，就叫佢亂。按樣版講呢，就係講，樂團本身的訊息其實很重要。好，我經常會講到這些事情，就係我轉到樂團本身的訊息，尤其係鼓手，有一個當後嘅一個地方，就是那個 hi-hat 的聲音，嚓嚓嚓嚓嚓那個聲音，再來就係搖擺 keyboard，裡面有當明顯的聲音，有個嚓嚓嚓嚓嚓嘅聲音，講嘅係半拍嘅聲音，因為搖滾的部分，它吃那個半拍的顆粒很重要，所以尤其係安尼一隻絲安尼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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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程度冇麻拉。所以你就會一直在晃動你的拍子，就有點可惜。某一方要中上線了，衝要出歌曲，應該是會招了好多的觀眾那種感覺。如果你還係表演那發，聽到腳都癢了，一定跑到前面去跟你嗨的那一種。對，我覺得是很特別，尤其係你升 key 的部分，就可惜在就是說你到升 key 的時候，你才開始揚起那個。好像很放心的在唱，當放心的唱歌的感覺，有點慢了一點，不然你前面應該就要有了。可是我真的好喜歡你的聲線，謝謝老師，真的想唱，你唱這種搖滾，因為詩慧姐哈，詩慧老師哈，他有搖滾靈，搖滾魂，對呀，這沒辦法，哎呀，所以他這在這方面，他講的是很到位，對，會挑剔比較多一點，好，來看下個分數來，看下袁建比嘅分數。97分呢？係啊，一分數過關啊，冇問題啦。過分，所以還一擺先過嘅當中要啊，係啊，做現在是喊你過嘅，好不好？其實好啦，就要給鋪嘅，對，跟緊一點就好。基本上基本當吃菜啦，做動作，享受舞台，一類也享受一個地方。謝謝，好，恭喜，回家休息哈，謝謝，好啦。好，沙來係音樂田帶來老火碟聽。從故事裏流眼，
过冯胜，你很像这一次那个 Trace 这种团体那个阿叶 Trash。阿叶那一团嘛。我昨天碰到他，我说哎，确实，他也没讲话啊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听得懂就好了。他第一时间有理你吗？还是音响工程的理你啊 ？Trust 吗？你开个世界老火掉铁，巴啦啦巴巴，莫过关跳讲讲爱吵吵，假跳讲讲假发，要地走本你准走小法，走吧你走吧，全故事里老爱走盘，经常要散掉，是种给替他会爱心感。无奈如果一样，我不落充滿要天光，相愛讓佢過氣，夕陽灑天乃定氣，故所來騙之間，伴你呀呀都來愛夢度，走馬跟你共過嘅法，一直容易給思念，一秒抹出天天。掌送老你可一直容易給思念，一秒抹出見體，跳白空了，為走出口，愛將終老，你可。一直容易給思念，一秒抹出見體。See you again。哎呀，你怎么会想？谢谢250块。他就是靠这种250块为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，中甜一点，细节一点，什么胎嘎冲来狗哎，他才可以换鞋，你看。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对对对，谢谢你帮我换了鞋带。不客气。哎，你真的，你感觉你冲过冯胜，你很像这一次那个 Trace 这种团体那个阿叶 Trash。你纠正我。没有，确实也可以啦。确实也可以，我知道你在说谁，阿叶那一团嘛。我昨天碰到他，我说哎，确实，他也没讲话啊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听得懂就好了。他第一时间有理你吗？还是音响工程的理你啊 ？Trust 吗？找我吗？哎，阿叶给团，对，他唱歌真的有他那个感觉，阿叶这种感觉，哎呦，你可以把那个，你不一定要唱这首啊，你可以把那个，人家就喜欢这首歌不行吗？奇怪，你是不是喜欢这首歌？你说说。我喜欢啊。嘿啊。哦，我原本喜欢跟表现不一样啊。哦，对吗？嘿。我觉得我原本一开始是选，我有点忘记那首叫什么，
Count on me， 哦 ，Count on you， 是我的歌吗 ？Sorry，Count on you，Count on you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也是他的歌啊。很爱狗，很爱狗。后来就挑这首，然后我就试看看，好像不错。那今天如果有过关，你下次再 Come on you。如果有过关 ，Come on you，Count on you， 不是 Come on you， 哦，不是 Come on you 啊 ，It's different。Count on you，Count on you 是依靠你 ，Come on you 是你给我过来。哦，不是 Come on you 啊，哦 ，Come on you， 哎 ，Count on you， 哎。我们现在变成 English 教学是不是？啊，好了，我回去好好练一下。好 ，OK。好，下一集如果他还在的话 ，Count on you，Come on you，Come on you，Come on you。谢谢你啊，挑战这首歌就是有啦，有那个味道啦。对，后来冲顺的，唱 Silky 欣赏的公平一哈。玉腾好。我们的歌手在进步的歌场底拜哈，大胆勇于尝试，就跟建伟一样，你们两个都属于唱将型哈。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在我们的歌手养成的过程当中哈，可能要先对我们自己声线去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们选的歌是不是可以 hold 得住他的灵魂呢？啊，你要懂中间，因为你们两位呢，我基本上分数都给一样的原因是，并不是你们唱的特别好，而是你们两个律动都不对了。但是你们的声线表现得非常好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你们刚是讲，那进步的歌场底部，你并没有找到你声音的灵魂，你拼命想要去超越或是模仿别人，就你发现适得其反。你们耶了耶，唔敌你啊，赏先到底在做什么？虽然你拥有比较好的嗓音，又你要冲过的吉卡，然后问题就会造成你在歌唱比赛里面真的不晓得要怎么给你分。有时间你错了一小段一个词，那我会给你更高分，刚这扣了一些分数，你分数还是不错。但是高士工在这个架构里面，你要去突破你自己个人的声线的特质，还有灵魂的出现，就你要去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哈，那就会做不到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说，你们急于表现自己在声线上面的成就跟演唱的模式，更想要展现你自己的声音的状况。但是你要去想一个，就是说，同简单的歌曲，同难的歌曲，其实它面临到同一件事情，就是不是很难唱的歌，它会得高分；很简单唱的歌，它可以流传50年、100年，更隽永。那只他们落差在一个你唱歌的时候当时的灵魂，懂吗？然后你唱歌声线，然后你的律动对不对？你这个人诠释的主角经，你们两个在唱歌的同时都在想要怎么演，这个部分才是比较麻烦的。就是你要去演他的过程当中，你的眼神不对，你的声线里面一直在拼命的思考说你要怎么唱。我们就制作人的角度里面已经听得很明显，那更不要讲两个律动绝对不会对，啊，那你们两个都是未来的希望啊。我们那参赛者就，我们这次的参赛者都各自有7个贴切的特色有没有？而且现在歌曲越来越难，那对我们这个节目来讲哈，真的是大放异彩，可看性很高，可看性很高，但是也希望它的可听性可以赋予另外一个灵魂，没。单纯只是模仿反而发现，那光一下玉成这个我们吉娜姐的歌，她面临到只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的语音都不对，你的语音转音律动都不对。你回去好好听我们吉娜姐的歌，她的特色很难。这个吉娜姐本来就是神级人物，你为什么要叫我吉娜姐？好，所以那个建议，他前面打我2枪，你还打我1枪。这是一个尊称。那个来意思讲就是说我们非常看好你们，而且不管在那种比赛有没有赢，但未来在我们客家界，你们都是生力军，而且还超越我们前人很多。那但是要先从这过程当中找回自己的灵魂。展现你的声音，它重要。我去突破，可不可以？但是如果你的灵魂不对了，那你不断地模仿，只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唱将。
那就很可惜了。哎，好吧，加油！不要变永恒的回忆了。你创国庆有密西啊？对，其实就是我就选歌啦哈，这有时候歌曲要不要又适不适合，这个是比较重要。是啊，对啊，因为你的歌真的不好驾驭啊。也是啦，也是。好，来，超光太来看一下给个分数。看一下亚比有听个分数。我真的是不爱腿，哪会强到哎？大半赢冲挑战矮狗的时间，没有都出事。他今天如果没有唱错歌词的话，对吗？你没有辣词的话，你应该更高啊。对啊。对呀。哎，你辣词还这个分数？对啊。对啊。辣词其实会扣到1点分数的。至少你每一个扣1分。可是我觉得我咬字都乱咬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你点头，你看那哲伟老师那个脸是凶的。哲伟老师点头了。其实我最尾张搞出分数，今天想讲，其实大卫参赛在透过歌曲这一档重要，给他歌曲的透真给他难，我就会给他不一样的起跑点。再加上一直以来进步动多。我其实会纠结的是，因为出题给抄不抄歌词，我说实话，我没有扣太多分，我扣最多分的是他的咬字，他的你都唱你耶，他就唱华语的你啊，然后他很多都是华语发音啊，我都把它圈起来，我希望讲，其实我没冇要变你，因为我知道，要充张你还歌曲的灵魂，这灵魂才对，那个咬字对的时候，你要数歌曲我。含了豆腐，更咬住你自己的情感，我就会觉得我怎么样不要让你觉得有压力，因为来吃肉给他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不敢再苛求，所以我刚刚就会在想说，我到底要怎么鼓励你比较好？喊那转动来替白容易讲哎，其实冇按难，第三在当中。我觉得有时候语言就像诗慧老师说，你不要把它当成学习，你把它当成工具好了。就是你把它当成，你不要当成是学，你就念去念去讲，念熟了。我不要讲说讲话好了，因为反击冇腔嘛，可能我看你冇啲讲下假法。你讲你做得用念咩？做得冇试着去念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。我相信这首歌。你念的多次一点，我觉得你会唱的比吉娜还要好，因为我听到你不一样的那个声音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尤其那个高音的部分，是有别于吉娜的，不是吉娜不好，而是说他是确实的，对，他就是确实吗？你听我意思哈，我本你动态鼓励在讲，你从一开始你讲某年客家歌多练哈，你做的超爱的歌曲，表示你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还有很大的潜力。那希望他把看到你喊他好，加油，好，对，好辛苦，大家都希望你可以表现得更好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好，歌词好不好？词。后场演千冲要说多念啦，念多念几次就会比较熟悉。好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好，谢谢，好，等别当手，好来，杀下来，杀落去李小雨带来听听的好。好，来弹过啦。听的行，爱声音，总海落落暖暖款待你。听的行，款待来路咪含有更好的风景，不是惊，不是笑，一路踏球也会飘，一步一脚让。
，vibe 感满满的歌。少爷也是这个歌唱技巧哈，越来越纯那种纯净。他尝试给吃青岛某腔用个曲风啊，因为以特别中国时节看怕飘，比较飘，你现在很稳定。这样比较抓得到自己的声音，有炉火纯青的。刚的尾音不小心，哎声音就太声音，然后我就自己怕了。哦，好，还好一句啊，OK 啦，一句耶，瑕不掩瑜。哎呀，可惜啊，还好啦。你是不是跟你妈其实很像啊？他妈，哎，有些点点的感觉。他妈妈，他们叫他妈芬妮姐，对，他妈妈有点 crazy， 妈妈比较疯，妈妈比较呛，好幼稚哦，妈妈有跟你来吗？没有。我刚才问过基金明啊访问，可不可以让他就是，因为每次我影片，我是讲基本穿给重构的影片不能，刚刚大白嘴问，你做得上穿吗？基讲做得上做得，所以你解我要问。基讲好，我有看到，我要给他按赞，我在下面留言。哦，对，因为他没去撩嘛，去撩嘛，嘿嘛，他去希腊，他妈妈去希腊还是你去希腊？哎，妈妈去希腊。哦，好，俩有样片。然后呢？然后去希腊吼，一直看到伞。跑到希腊去唱客家山歌。很容易，俺妈妈吼，自从开始学山歌之后，去看到伞子熊会从山歌，去富士山去看到伞没虫，阿里山没虫，哎到希腊还唔给人家买伞呢，他还请导游帮他录，还要唱完全部。那旁边都有外国人吗？有外国人吗？有吼，俺这有朋友讲要去希腊古希腊剧场再去唱啊。好，古希腊剧场，我们大家不是过去站在剧场里面，从龙椅子走的嘞，意思到之后嘞，给前奏放下去。老山歌子前奏很长嘛，山歌还没放完，前奏还没放完就被制止。妈妈有没有骂人家？就上去唱个2句也是唱不完，还要放音乐。我记得表扬妈妈的样片，我有留言嘛，他就讲给妈妈一唱嘿，唔伫讲什么。去批评山歌的人，他都不跟他交朋友。错，因为吼，基尔是希腊，应该是讲，该你。这可不可以讲？他们会不会看节目啊？他会啊，他一定会看了。有一群朋友，动词就識咧。剛開始講，應該禮拜是希臘提到該啲朋友看下題目，因為咩？該啲人可唔喜愛重散購，我不跟他們玩了。我就覺得芬妮姐好狂哦，讚哦，他就是他現在非常認真，而且一次比一次還要進步。你們好執着哦，很執着，很執着，很棒。我的榜樣還是逼到女兒都去參加天川日。對，逼女兒去參加，這個天川日哎，蠻絕的。你們啊，給人得獎呢，懂厲害呢。你媽也蠻好玩的，我蠻有趣，芬妮姐，對，她是我下次我的榜樣，她是我的榜樣。是。好了，我來面對了，老師。從這裡向飛行上公平一下。所以其實你要跟媽媽說謝謝，因為她本有一隻非常好的喉嚨的那個聲線，對。那其實唐聰國每一次我都覺得你對每一首歌的詮釋，其實你自己本身就像剛剛說的一些唱歌的靈魂，其實你自己擁有你非常非常棒的一個聲線，你對於自己的各樣聲音的掌握，我都覺得你非常的好。對，而且我發現你的武器已經越來越多了，就像今天羅哥說的，就是你越來越進步。然後這真的是，我覺得今天這一首歌，讓我聽到了又不太一樣的 Sally。一進來那個聽聽哈那個輕輕的聲音，讓我非常非常的喜歡，就跟着你進到這個歌裡面，就跟着你漫步在聽着你的表達。那我覺得。今天這首歌真的很好。然後剛你在講最後一個，我覺得很有趣，因為但是你後面又推回來了，你就把它拖好了哦。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都可以去學習的部分，因為我們在現場因為我們是人聲嘛，我們不是樂器，你調好了按準，對，我們這個有的時候突然卡了，突然位置鬆了，突然怎麼都有可能。你想好的音，但是唱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少了一點或怎麼樣。但是為什麼少宇會知道？因為他用他的耳朵
去听到他自己唱歌的问题。那这个是大家都要听，唱歌是要用耳朵听的，要用心的。那就去做调整，后面还是可以拉回来。那再来有两次的那个肩喉、肩缝给那个肩喉，你一定要记得肩喉还是要往上，2次的那个地方的音准。稍微，这是我鸡蛋里挑骨头，说真心话。因为这首歌我自己觉得你已经唱得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前面整个这样慢慢的唱，慢慢的唱，然后一直到后面的那一段的层次，你也做得很好，也做出来了。其实这首歌非常的难唱，因为你的音只要掌控得不好，那个和弦跟你的 melody 就会打在一起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首歌。那你今天也表达得很好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，好嘞，来看一下大家分数，好，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。好。不知道哭什么？你这好容易冲得好啊！我现在很坚强了，开始变空了，谢谢我先说欣赏。对，不要太 emo 了。这个好像是水龙头一样，每一次一怎么样就是流水。水肿。水肿。但有压力比较大。做艺术的人嘛，好 OK， 恭喜哈，你可以哈。好嘞，杀了，杀了，嘿，送住每带来舒养。好嘞，躺过来啊。照亮的地方，细细的树叶，慢慢的在浪线，照顾到爱护，太太的树叶，彻彻的去到那边，时间。当天日聊条歌的哦，系啊，喜欢那歌的吼。
有啊，喜欢那高速哈。下礼拜创下条歌没创到吼。创到大礼拜创到以后啊，以为免咋？冇一天咯，冇一天。哦，冇一天啊。佢下擺迄先歌，迄先唔錯嘅冇一天。到截至目前為止選的不錯。我最近一直感冒，我上次來5月的時候感冒，6月的時候，其實這個月也感冒，剛好什麼？就感冒剛好。感冒用絲絲是不是？剛好可以傳染給我們。不要這樣。不過他吃到厲害，就是他以前的那個蔡秋鳳的那個表現已經完全基本上都丟離掉。真的呢，有場時還是看歌型啦，有場時唔過佢正經改編動作咧，給他衝強。哦，我有叫你模仿過蔡秋鳳嗎？你有叫我模仿過鄧紫棋，你還說要這樣子唱。啊，鄧紫棋就是坐在一起這樣唱。對啊，已經模仿過了。那你模仿蔡秋鳳一下。蔡秋鳳他不知道吧？什麼酒淋一杯，是那個嗎？他有救的是酒啊雄哦。我那時候還特意回去 Google 想說蔡秋鳳是誰，然後我就去 Google 一下。今年有入圍金曲獎哦。是啊，要那種共鳴，要唱歌要去模仿，其實不容易耶。黑啦。對啊，你要去找共鳴。尤其你會不會讓他模仿那個邱鳳姐模仿，他又回來？又回來，那不要，那不要。先摸啦，好不容易調整了。對啊，今天真的唱得很好。哦，衝出來唱，再為先生公平一下。今日下個禮拜出的點送着你，艱苦着我。你阿叔講他唱給平常時會唱樣嘅。好啦，中文按叫我看到吼，我知道你真經唱出時講越來越厲害，越來越進步。我先講嘅係，假使講小兒特別唱歌嘅準備都當好，佢有劇本的發，你出喺田野呢，你喺田上出暗陽型呢，渾然天成。我知道有時是很多感冒某一天唔好，你因為安尼你會講，我會被破音，我會唱某唱嘅幾個片，是唱暗陽型的事件，你的身體機制就會打開，因為你會潛到你某腔要發生嘅味嘅，那根本就有糖到你某腔發生嘅味，可能你會想講啊，很多我要 hold 住，所以你的氣 hold 住了，雖然講你還能用你以前的方法真假音的轉換，特別到後半時間可能很多管喺身體冇安好。不過我知道我反而非常喜歡你唱兩邊呢進來進唱，那個進來進唱，你要真假音轉換到這麼的自然，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。雖然講彈起來有一點點啞，反而會讓這首歌，我會看到那個樹影的光透下來的那個感覺，我會吃到那個鬆度，還有那個你就是鬆到，我覺得哦，有場是鬆的時候，你會有那個喉音的感覺。我覺得那個就讓這個歌加了很多分。你聽到你這個發聲嘅 V， 還有你兩首歌曲哦。雖然冇模糊唱，你要層次做當好，特別係鳥語花香，係暗用好，都保密有一段的 bridge， 就編曲沒有那麼多的時候，給暗用進後，你那個整個推出來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我被你感動到。我好像我當場容易向他啲素養帶下，相當多事情，相當於自家上能用版型，相當書會給你帶來什麼樣的感覺？最重要嘅係會唔會唔驚，總共有8敗。你8敗如果本來談到冇恐嘅唔驚，有的係真經驚嘅，有的係鼓勵自家我不要怕，有的係我真經唔驚。這是我聽到你在這8個裡面唔驚，特別是1、2、3、4。第5跟第6次，那個真的是，我覺得整首歌的剪法都第2位，我準備本當開分數，加油！我覺得我知道，也幾擺冇看到哈，也叫看一擺有成長當到，成長當到。我準備想讓人建議係就係講，剛剛這位先生讓人講當到，那我有一件事情啊，想很注意的地方，因為亞叔哥會講實在，你表現得一好一好誒。冇乜嘅好講誒，不過有一個地方就是，我覺得你的肢體用錯了。好，那所謂用錯，意思是說，你的動作太大，前面的鋪陳不需要像那麼大。
应该讲，你把它放到后面去就好了。因为你要拉你的气音，你要拉你这些东西，你要来出来。应该讲，如果你让你的身体静下来，今天我打25分都可以。OK， 应该讲，两个身体头前，应该是要静下来的。你要到后面再去顿它，而不要前面就开始顿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懂。好，所以两个头前莫一直顿，因为它要铺那个层次，所以你一直顿，那个顿的动作会影响你的感情。所以你喺後背張嚟做，因為你聽樂團嘅話，你就會懂清楚。後背嚟做安嘅動作絕對沒有問題，可是前面並沒有，你就開始在頓了。那可見那個感情其實還可以再加分的。如果你不頓的話，OK 嗎？好 ，OK， 安子先。謝謝老師。動作跟那個手型都很重要。对啊，对啊。他整个是一气呵成，会太嗨。会太嗨。好了，好啦，我看本书嚟唱首一路都不可懂。好啦，看本書嚟。聽下嚟看宋祖梅嘅本書。好嘞。竹子上菜。下不走，你想嘛？人生短短無幾長。好來，人生短短無幾長，壓啥嚟？天機啊！凡事乜個？凡事，緊張我冇記得。人生流來短難，無記了長難。來看宋祖梅嘅本書。好嘞。哇哦！恭喜祖梅過5關咯，搶得雙年 V 免債破 V， 恭喜宋祖梅 V 免5關。哎，來到呢傳統組位，保 V 整巴賽，全新嘅曲面啊，煙亭高管嘅啊，呢面試管，輕型嘅擂台組，基本有新嘅挑戰者。對。節目地位度咧。對，係啊，那個煙亭就已經畢業嘅嘛。係啊，高管咧啊。高管咧。總算啊。可以開創佢另外一個人生啊。那個人生套路啊，對。繼續衝客家歌。所以今日嘅新嘅曲面也唔係5位參賽朋友，那位做得初上安尼避免再保 V 啦。哦，大家都有機會哦。係啊，祝福大家嚇。係啊，較拼地位嚇。好，喺比賽之前呢，介紹下啲評審先生。好，歡迎昌永義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蔡啟貴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。好嚟，有請 TV 來自法聯結案，黃亞鳳帶來3個字。我談過啦。
有花莲来的朋友呢，来吃花莲呢，后山后水，冲高都清后汤。嘿咩，会冲呢，唔算会冲呢。还好。嘿啊，哈，第一摆来诶，第一摆，第一摆来营养堂第八度诶，嘿哦，第一次。安诺不有比赛过嘛？那个团体的有。团体嘅，佢唔會緊張啦。佢睇下強下。睇下強下唔會緊張啊，唔講佢切架。我覺得你自己一個人站在這裡也很自在哎。對呀。幹不會？會緊張哦？多少？你好像現在比較緊張，你剛唱歌不會緊張。我你講巴子就緊張。結案，佢大家可能後山後水，所以人嘅聲音都特別好啊。音色咩動好動講嘅。嗯。還是哦，還好是不是？你花蓮有參加狗友班嗎？有啊，有嗎？他有去那個台東的關山參加會線呢。哦，你有讀到幾啊？22號。2月22號。哦，哎呀，這樣有這樣的比賽啊？哦，因為參加報名的朋友挺多啦。青島會排一下。要排一下。而且前面的又不走。前面勢力都暗後，係冇吼。人轉退休嘛，係啊，樣辦？差唔多咧。差唔多要做馬條路。條擺種菜咩？種菜。這地方卡種菜。種菜賣菜哦，也講果菜市場。果菜市場，哎，那算中盤果菜市場嘿啦。哎呀，它是上游就對了。沒有。你算本來就運銷到那個台北果菜公司。哦。產銷到來台北賣喲。但是他種那個韭菜，我們就固定種韭菜，但不能每一年種那個地方哦，唔會講啦，唔會講。給土地嘅養分冇啦，哦要養地嘛。真係，一個地方種唔得，強下種強養嘅個菜色啦，你係，一係就韭菜點點，快菜點點咁樣。對，因為你每一年種那個哈，你每一年要換地啊，不然就種稻子什麼哈。哦，要給它各種養分具足。要養菜唔會醬，菜長會醬，做得種唔夠菜冇人種人好。真的哦，迄倆意思哦。哦，除了韭菜點點嘛，也係其他菜也強養。條班阿老公就種雞紅田。哦，就種雞紅田啊。哦，就種韭菜田啦。哦，哇，好多人呢。哦，原來一塊地不能一直種同樣的菜。哦，而某強養要養地。有種了多少？多大的？幾多片？條把提到一兩甲安尼，改到走去啦。哇，一兩甲嘅6000人片呢？係哦。係啊，有時候一甲地，那改到反正年紀大了吼，天氣又那麼熱吼，該凍掉。凍掉啊！哎呀，現在有就都是機器在採收，不是嗎？冇啦，該韭菜大部分攏係人工。人工哦，哦，佢有搶東人嘛？搶因托菜有啦，條白。托菜啊！割人家就收割人家就係個。恢復卡人哦。都假。哎呦，切假。割兩年。梗係冇洗污的。有啊，條白我全部呢。哦，條白全部啊。哦，連他退休了變胖嘞，那還白得回來。白得回來，不錯啊。現在來講啊，白不回來。不會。白不回來，你就每天泡牛奶啊。最好是。好啦，來沖太來分享啦哈。新朋友分享啊，唱高中先生公平哈。黃少志今日創一個三國志吼，創來一個四篇八文吼，算相當長啊哈。當然唔止佢喺講有欣賞高級嘅話，加喺欣賞搞來算相當好啦吼。但是可能黃少志佢本來佢唔曉講詩言嘅款。比較少講，較少講。而家講我要講開了，平常冇乜講。但是我佢見比咬字嗰方面係算一張。哎呦。佢啊提講我一個上一樣嘅詩哦。你咩曉得詩上？佢從中音、從高音，佢發聲嘅素材冇咁樣哦。佢提講樣嘅創啦吼。我見俾原則上佢來創吼，佢係喺多數有江山啦，哦，江山唱嘅什麼？
对啦哈，叫做敬重，叫江山，他度。过有记载的诗，吉安哦，靠山较强啦，所以叫江山。哦，有样在的诗，佢安尼创意来摩多拉果啦，吼，也係喺咪記，當然有機會係會繼續創嘅啦。創嘅潮歌羅嗰隻歌詩吼，唔多拉果嚇。假使嘅呢套係要安排到好些吼，應該會創嚟會較好。佢喺莫建裝吼，建廠我建好啦，加油啊！好，謝謝先生。禮拜嘛，難得啦，禮拜幾飛？就記者鹽，但是幾個堂友就是講我記，迄要創過嘅。要創過啊，好堂啊，個專業啊，有個冇，創到又好。係啊，哦，佢今日有辦法留下來冇？好來來，黃亞鳳嘅分數。好嘞。有到分數有機會再留下來，係啊，你留下來嘅時間以後就做天天嘅城裡面先生，強下來，今日再發電啊！好，安住先，謝謝，好的，麥克風帶着，好，沙雷富麗法帶來落山歌，好的，彈過啦。上菜，山坡边呐，有车中空。难测相难，见缘尽水。哎呦！哎呀，呢把字啊，燒魚阿婆啊，係啊，燒魚阿婆，乜嘅意思？幾逢燒魚阿婆啊，嘅小朋友啊，對，哎，呢個係即係我作詞。作詞哦，哎呀，懂厲害啦，做作詞的馬人係冇？咩馬人啊？有馬冇爽快啊，聽落嘅事情全部做得相應。哎，做得咯，哎，做得。個靈感喺哪來誒寫歌詞？伊只係國語版底部有嘛哈，伊只有發生爭執啦，有爭執冇係同係冇爽快樣啦。哦，啊，我愛吼，看到真艱苦了。突然間有個靈感，本愛哦，終於是寫出來咧。哦，你用嚟寫，對對。該寫乜嘅？你寫乜嘅？該係人生短短無幾長。哦，好來，人生短短無幾長，壓沙來。天機嘅。人生短短無。
凡事莫来，凡事应该讲唔记得，紧张我冇唔记得。眼神顿顿莫记错，凡事想唔到咧，我紧张啊，想唔到咧。不用强怂。有冇阿冤啊？还有冇阿冤哦？系啊。迄讲有机会啊！下一首下一首就是唱这一首了。哦，唱一首哦，迄讲有机会嘅法啦。嘿，有机会嘅。有啲果子哦，有啲果子用音，音出來。用唱出來。誒，所以一用唱啦。用唱嘅咁唱嘅出嚟。人生流來斷難，斷難。莫记了长南，咁紧张。啊，人家用海西还要比两条狗要推出来啊，拜托你。我有，这会有一个你知道魔咒哎，真的比赛的时间。而且身边的个帅哥美女还是会紧张的。哎呀，哦。好啦，下禮拜有機會啫，下禮拜哦。下禮拜有機會唱嘅包推出來哦。好啦。哦，唱出來唱出下欣賞公平哈。三個嘅東西真神奇哈。因講我做過嘅咧，意思押韻一得機。你啊傅少志研究一個作詞，冇容易。人腳當然人國體唱出講人強啦，唔係講按佢唱錯，嗌錯唔錯。但是你唱嘅時間是講你的四季八節嘅咬字方面本人去了解，講你唱乜嘅東西。你做國語用，你用國語來做韻，唔係用韻來咬字，所以記得啦，哈。你國韻同你都要同時要進行，做得比較好，哈。你傅少志就講，你做的歌詞，哈。真有意義，但是你路上我冇按容易唱啦，你聽你記嘅時候，搖出來嘅都是有辣音啦，還有送你甜，係咪？你甜就咪都是有辣音。蔡英文可能你同你配啊嘛，聽到通常都是有一點點嘅噪音嘛，一點點唔係真嚴重啦，你做歌嘅唱歌講啦，氣勢你家產那位非常重要哈。所以今日啲傅少志太子上嚟講，你唱咗以後哈，喺連叫講注意人家嘅字，你高音唱你講高音乜準啊，中音乜軟，低音乜穩。你三隻基本條件，你連叫注意嚟講，我相信你叫唱歌結構加油。好，謝夢老師。看冇住啊。好，看一下福利法嘅本書。冇數得，冇是數體嘅啲，後尾係冇。後尾係有3 V 啊，係有3 V，係唔是緊張，唔是緊張。不用強鬆來哦。嗰度行個糖沙後來接嗰個。係，還有嘅歌詞啊。記得歌詞咧。我想起來哈。好啦，好，希望啦，希望。係這樣啦，現在呢兩座哈。好啦，沙來聊天，帶來3個字。嚟談個啦。夫妻了主。冰棒，你要買冰棒哦？真的，你根本有拿來嗎？就留下咯，基本上什麼？哎呦，這個可能就留得留下。還有啊，還有啊，大白都來偷師。咁多呢度講晒。
过到伊后面啊，系啊，直接退了，系咪退休的啊？忙退休，忙退休哦。香港人生很辛苦啊。系啊，人生顿顿无结束，对吧？香港年前是香港本7家1年出过100。哦，哎呦，清好呢，有按用嘅想法。所以有他生养眼忙嘛？有。当年最水。每年都有吹了。今年忙，今年比较忙安排。哦，今年还忙。还忙。跟当年有去过哪一笪國家？泰國去加拜，日本、越南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。哦。哎呀，就東南亞。天氣就出嚟。啊，冇去歐洲啊，呀，美國。貴又貴。係啊，迄一般至少有2禮拜啊。對。啊，去過按多個國家，知道哪個國家特別好搞，特別印象特別深刻咧。日本當好搞，當槍哩，了到來當歡喜。不過吼，我去日本家下，因為我到台灣我去家專門識燒嘅，識燒嘅。啊，去到日本，結果佢搭船做迄冷菜生魚片。哦，對吧？他們很多那個醃製物啊，連早餐都是的。早熟啊，早熱的啊。有可能跟團吧。我跟團的，我是跟團的。跟團要做的駐記啊，你講冇是上嘅東西。我啦，跟他做他唔曉得是一樣誒，做冇。結果吼，食了第3日，肚子就跟我鬧脾氣了。跟住下茶做前片數，上茶做 L。哎呦，上茶還 L 哦。我 L 啊，上茶都抽1嚿呢。係啊，辛苦，就冇得了啊。還好啦，是沒有到很嚴重，就是變到你唔敢落床堂去，因為講看到嗰啲東西，講屁到嗰啲東西。啊，叫你慢嘅。結果做導遊做一樓船堂，然後偷拍飯飯啊，做食拍飯添。啊，蹦跳油哦。還有吃白飯，不，日本的白飯很好吃啊！對。啊，我去飲茶有個盤，嗰司機日本人司機導遊你嘛，佢一問嗰導遊講，迄個啊視察技術唔好，我嘅細下子飲盤，啊，其實唔係迄個切個都是唔好，啊，所以說這倆幾擺去主持都講，海擺之外。1回生2回熟，還袂去日本做還曉得咧，這個駐記，還有駐記，冇是啥東西。很想去日本都走誒。有啊，日本東好搞啊。對。啊，所以我因車我講，媽媽窮下你啊，帶你自助行，就沒有這個煩惱。真的。2日比便宜啊，做得買起來，先買起來啊，哈。好啦，好，從這來講起個欣賞來公平一下，欣賞好。好，有首詩佢俾帶嚟啊三個字哈，佢俾唱嘅嗓，坦白講，嗓要唱出來，哈啊。牛師啊，專業各方面也唱得相當好。不過呢，亦有一則詩我要同講一下，就講水通藏年嘛，水通藏年，唔係藏年。你唱嘅三個字，水通了藏，唔係藏年嘛，藏年。就有一系列的呢，模擬佢幾尾幾數嘅呀，行強作員來講，就做了輕順高音部分，而家要做到人家嘅高音該做嘅地方，低音方面也做了唱到檔哦，就注意下，人牛師一定要注意水通藏年，做唔得講水通藏年落去，嘅邊啲講就喺度行強作員就行起來就會冇用嘅，也就要注意一點嘅地方，加油！好，OK，好，謝謝。好，可以啊，苗田瑩嘅本書。什麼先生？係啊，個款咯，要啲哦，叫師師傅咯。會啊，你唔可以要幾天聊下來啊。我嚟講要幾啲曹松熙。哦，對哈，就是師傅呢。係啊。哎呦，那你把他們後面兩個放在哪裡？那講 UGV 哈。好，什麼天氣哈，也可以哈，安子姐。手臂也當場，好，安子姐。好嚟，殺嚟。殺嚟係陳立文帶來平板。彈過啦。
面泰国，哎呀，看到你就想到那个柠檬汁，哎呦，百香果汁，哦，又香又甜的。啊，你后来有下订单吗？哎，对，就一直忘了呢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因为好像那上次送的那2包还在家里，喊出来，又慢慢泡，慢慢泡。那睇先，咪那就变冰棒去啦。冰棒，你还有做冰棒哦？哦，真的，你根本有拿來麼？就留下個好，基本拿上來啊。哎呦，這個可能你留得留下，你全部冇事到呢。含油啊，含油啊。大白都來投資。感覺呢兩講晒啊！冇事到上來，沒人就叫我嘗試看看。裡面泰國懂泰風啊。泰風，對啊，不能。他們家教是這樣啊。家教啊，你是怎樣？家里教你怎样？小时候妈妈是一个很善良的嘛，她都会教育我们这些小孩子要有度量啦。哦，一定要有度量，一定要度量。上海省那个哈，以前很穷哈，很穷，很多那个流浪夫妻啊哈，但一群的省呢，他们就都是在流浪的啊。他们智商有点差了哈，智商智商又少个唔好啦哈。啊，所以去倒位土实在难啦。啊，就是爱不甲讲，咱阿妹讲，你本爱带吼，爱让伊做事啦，该本去带哦。伊带本去到1禮拜就做起来，伊讲爱带某，佢當然應該做袂少啦。前時有落腳之處，前時有水安就做得嚟啦。係啊，想愛就踏進去比帶啊。樹溜下來，係就比溜下來。哇！係，阿妹哦，比較有慈善心呐。上次吼，我钓个种的番薯本已跳过去咯。我阿妹讲，你番薯本已过切的哦。佢嘛唔怕。叫啊唔好啦，佢袂当跳过番薯，表示佢连番薯是冇事。一天当苦的人啦。咁怕。变佢袂得心怕啦，冇要紧啊。对啦对啦。心肝真运动好呢。对啊。身穷重唔穷啊，大酸唔出路啊，一絲窮啊。對嘛？哎呀，這本身是台灣那有乜嘅咯？係啊係啊，係啊，講真咧啊。哎呀，有福報。所以你看人過到以後係啊。哦，台北又有福，花蓮又有福，事業要做完順利。一吃槍，你吃安多跟檸檬汁、百香果了的。對呀。你還喊一推過得很好。對，你說逐禮拜來嘅時間，逐禮拜來嘅時間，你就帶貴上嘅來，貴茶嘅來，啊，笨太假設。我自家我就實地啦，因為我實地嘛冇發到來啊。哦，叫我一次留下來就做得啦。有啦。你若冇實地來嘛冇好啊。啊，冇創意，有辦法。Vito 上個師一直畫書。沒啊。是為了他的下一代着想，真的。對啊，他一直給我們喝，對，他下一代會過得更好。你會感槍，嘿。好啦，出版社啦，衝出來搶民族欣賞公平一下。好，你們欣賞吼，今日場嘅平板啊，種貴種吉啊，吼，非常嘅貴吉。哦，然後一隻是認真嘅度嘅廠，咬食方面冇乜問題啦，嗬。香港呢，啲嘅高上，恁啲來台式上要折多，然後廠到前好。但是呢，廠比下順地嘅，嚇流力地嘅會下好，分數會拿下高啦，嚇。所以聽貴級嘅當小心嘅度嘅廠，嚇安樣因是會讓上到分數。哈，繼續加招好冇？好，來。安子車，啊，係啊，穩嚟啦，冇乜出馬茶錯都好嘅。係，再留下來就好。所以係，留下安子要幾筆點都好嚟嘅。巴基福報。對。好，按用招來看一下陳理明嘅分數。好嘞。有本事不差哦，恭喜哈！安尼以後你就做得甜甜嘅那雅房燒雞，強下炒火茶上嚟，係啊，就肉盤啊，唔得取到點嘅，係啊，就強下上嚟，好，係啊，不知所措，係啊，還想到哎呦，他一禮拜要準備很多東西。冇啦，同佢玩笑嘅啦。講笑啦，你唔好自家買啦，自家買。嘿，好啦，撒下來，撒落去做新款帶落去平板。好嘞，彈我啦。
呦，哎呀，兴奋死！哎，可是也机会已经开始来了，今日有机会了哈。哎呀，兴奋死哈！好了，也唔是讲嘛，该来先谈。是叫唐先生来公平的哈，像高中先生。身份手机今日也创也平板，算原则上算了以后啦。我记因为这个颜色颜质一亮啊，一亮哈。但是吼，佢有的位嘅可能伊本身创佢这个声音吼，我人哋讲我有尊严啦哈。哈，嘅。有上市的个乜个咧，也安尼个颜色啦吼，创一个传统的山歌吼，唔咩亲感觉到唔咩讲亲平稳啦。哦。好，故所以也爱声音啊，哈，就讲用我们讲的vibrato 哈，要较注意的位哈。但是佢本身咧。音质以后，过去创的咬字也好啦，也是对那个平板的创法吼，佢还是有掌控到了，好，但是技术家有眼因为伊冇问题啦，给他创的平板。哎呦，冇问题啊，好哟。好哟，哎呦，见真章了。哎，我抢目前的青果文亭记楼的舞台。好的，麻烦了。看他的看本书哦。哎呦，是个 Q 面哦。这个想不到哈，做期待呀，哎，在看本书。想不到，实在想不到。今尾迄个是高管的吧哈？啊，那个护理法。理发剂。哎呀，这汉一百家有机会再过来编啦，好不好？嘿，跟咱好一条歌词哈。系啊，今日本书算一个呢。嘿，哎呀，好，汉一百有机会再来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哎呦，就看下来看朱幸福嘅分数。他那个时候就说我什么歌都可以去尝试，就演歌不可以尝试，尝试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为什么演歌不？他就觉得说我驾驭不了。那这张专辑，我觉得说第2张要突破。那突破的话，我就说，既然以前老师不让我唱演歌，也不让我比赛，这一次我直接拿演歌当主打歌，看会怎么样？看下来看朱幸福嘅分数。永义兴奋剂，V 面踢馆，等松 V 面炸破 V 有奖 ，V 面踢馆永义，哎呦，很强哦。哎，闹热音乐会，哎，今日安尼音乐会特别来宾啊，喺啲节目当中哦，参加比赛出来一位优秀的歌手。冇错，加拿大南部嘅永晴嘛，有杏坛歌手哦，杏坛歌手的嘅好罗花歌手，根本以后嗰3年要放嘅新嘅专辑，3年吗？有3年啊！我少一只来呢，係啊，換叫哦，係哦，3年嘅時間哦，用關叫。對，要不然個月以後談啊，先到當到大牌歌手同佢共我合作哦。冇錯。安尼先談佢唱歌，等下好好嚟訪問佢。好，歡迎一位陳崇元。身躯，一切命运在戏啦。16千年是咱幸福。
梦。伊故乡的歌声，鼓舞我前程。伊有所有心头渐渐凉。伊渐见花的真言，叫我彻底爱改变。伊倒我你的甜言，伊言咱真的感情伤。梦醒变成空，一切命运在戏啦。一路千年是咱幸福约定，一场美梦煞变乌梦。鼓舞我前程，伊有所有心头渐渐凉。伊渐见花的真言，叫我彻底爱改变。伊倒我你的甜言，伊言咱真的感情伤。渐见花的真言，叫我彻底爱改变。伊倒我你的甜言，伊言咱真的感情伤。谢谢，新闻抬杠，谢谢。哎呦，哥哥好，国王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俩在表演太太了吧？真的很红哎，现在。这一集我不用出现。什么东西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那么漂亮，对不对？板子弄那么大，你人已经够大了，现在还板子那么种泳都装大。对啊，你这样子让主持人都不用露脸，因为你现在很大了。现在没有，现在减肥了。这样推嘞，所以故意要让这个脸变小的样子呢，显示在这个板子上。用边按抽，你还要有个对比，所以叫我抽是不是？抽一多公斤啊？哎，在拍影片的时候，差不多10公斤。真的哦，10公斤，从63到这个53。干嘛？对，为什么要这样？53太瘦了吧？因为我虐待自己。对，我的宣传呢，上一张那个拉琴的时候，夜琴的时候，我的宣传还是觉得我太胖，说荧幕上都不上相这样子。然后在这个荧幕上不上相不是胖瘦的关系。对，他就说太肿了。他就说这太重了，对，好了，重点可以给发型的准时的呀，OK，哦，这看到字哎，人家太长了。来，一夜情仇，一夜情仇，对，一夜情仇，还串接啊，陈场军第2场，所以你现在几岁了？现在今年35，哇，还算很长了，还好。你在你这人生当中到35岁，你有曾经有过一夜情吗？太多页了。你要到今天问嘛？日本有来呢？哦，日本有啦，太有来啊！哎呦，在那边，这个结婚了？还是老婆就是一夜情到没有一夜情？家妹很爱好上。什么？你岳母是女学生？对啊，岳父。你本来想要对岳母怎么样？没有，岳父跟岳母本来一起来上课，结果岳父离开了。但他们已经离开了。听我讲，他们报了2个人的这个费用已经都交了，所以他就代替他爸爸来上课。
岳父是真的离开了还是？不是离开，是走出教室了。他看到我写的那张图，觉得密密麻麻。我突然以为你们是100日内要结婚。不是，当然不是。哦，乱讲了，拍谁？没有。乱讲。你真的是太好命了，这个运气真好，你可以娶到这么漂亮的美娇，她好甜哦。衣袖，我从那个，你怎么不再继续再看看这世界还有？何必为了一头牛放弃一片森林？好像不是。没啦，冲掉还没介绍专辑。哦，专辑先介绍老婆。你就是他一夜情的这个发想吗？一夜情愁啦。不是，一夜情愁一样是我们这个蒋世峰老师制作人帮我写的歌啦。哎呀，这是一夜情愁。其实让俩够莫关黑啦，没有关系。我只是想要挑战演歌的曲风，因为以前在比赛的时候，从来就李明阳老师教我唱歌，他就跟我说，李明阳老师，他教我唱歌，也是桃李满天下。对，他的这个学生哦，这个红遍到整个东南亚。有，惊心动魄。难怪你冲狗一冲有进步一抖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谢谢。他唱歌进步很多，他现在很稳定。懂稳听呐。罗哥，谢谢。是。对，反正他那个时候就说我什么歌都可以去尝试，就演歌不可以尝试，尝试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为什么演歌不行？他就觉得说我驾驭不了，他觉得我从加拿大回来，对于这个日本演歌就是没有概念，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口气的两个底，好像感觉那个底子没有。对，他怕你会有洋腔洋调之类的，反正就四不像这样。所以后来我在比赛都没有比过演歌类型的，然后呢，上一张专辑也没有收演歌的歌，不敢收。那这张专辑我觉得说第2张要突破，那突破的话，我就说既然以前老师不让我唱演歌，也不让我比赛，这一次我直接拿演歌当主打歌，看会怎么样？就会挑他2条歌哎。因为演歌啊，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大。喊那董拍啊，董东一行董冲的演歌，装逼啊，对啊，董厉害啊 ，Enga 其实没有那么好唱，要表现出那个气味，转音很多，还有那种情感的铺风，对，还有一些那种你之前那种哭腔，还有那个怒音呢，对，这没有啦，唱歌就是我觉得自己舒服就好，自己舒服就好。还有写歌给老婆，里面还有老婆的歌，对，这么漂亮的老婆，你没有写一首歌这样奉献给她，这个是你的不对，我跟你讲，要的，这不是奉献老婆而已啊，不，歌奉献给老婆而已，直接把老婆搬到 MV 的荧光幕上，而且这一首歌呢，现在还是我们东森戏剧台偶像剧的片尾曲，偶像剧，对，就是爱情发生在3天后，是台语歌，不是华语歌曲，我这次自己挑战一首华语歌，那个你去嘎下来哦，对，去嘎下要买的呢，没有，这是送的，送给阿波这样，这真的是送的，对，就是也是感谢我们这个金牌的这个监制啊，Han 哥啊哈，这首歌跟大家介绍叫做《幸福的四季》，华语歌曲，他觉得说好听，然后呢 MV 也拍得很美，就是这一部 MV 其实就是演我跟我老婆结婚，那他的爸爸就是徐亨大哥，是这样子。徐亨大哥也帮忙拍了这个 MV。他爸爸徐亨，你敢娶他？MV 里面呢？MV 里面不是刚刚离开歌谣班的爸爸，不是。对，你跟徐亨大哥是那种反音似的。就是在一场餐会上吃饭吃饭。对，那天我迟到了，但是我表演没有迟到，是他要先吃饭，然后结果开始到现场的期间，然后那个主办就跟我说这个吃饭我的位置被占走了，因为我迟到，然后就把我牵到主桌去。哇！对，很幸运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就一坐出了主桌，头一弯，哎呦，徐亨大哥，对，这样就认识了。对，交谈起来，他跟我说，我以前离开超级红人榜比赛，他都有看我的节目，都有看过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上去唱歌，然后聊天，他就说唱得不错，那所以他要叫我去演戏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叫你去演戏？他自己在抖音上面有一部大戏叫做《大江湖》，大江湖有没有讲？太功夫，对，叫我演一个杀手。哎呦，对我说我不会演戏，他就说没关系，你就演你自己。我就说我免费给你通告，那你免费来给我拍 MV 加合唱，你赚到。许亨大哥帮你拍 MV， 对啊，你像他那个林心的瓜一条瓜真的黄以玲还有情，那个太红了，那个他那个这加分加太加上那个歌的意，他的口白，所以我这一次这个幸福的四季里面就有请许亨大哥加了一些口白，说长大了，要结婚了，然后还特别跟我交代说，如果女儿犯了错，不要打她，记得叫她回来，我来管教，这样子都有加这些口白。长大了，对，要结婚了，要结婚了，你目睭是高掉了。
他旺夫啊，旺夫，场均现在很红哎，谢谢，真的对的人啊，我觉得这缘分，真的很难说，这么闪电，希望长长久久啦，哈，黑毛，希望一定会，听说长长久久啦，对，让他带来这一首歌好不好？对啊，跟徐宏大哥。他上一张没有，他上一张专辑，我想要请问，你上一张专辑有去加下给汉语歌？有啊，第二张专辑敢有汉语歌？有啊，一定要有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法掐死结这首歌，法掐死结。对，这首歌是特别这一次，因为上一张专辑我写那个汉语的啦，汉语的，就是说词曲都我自己写，结果后来播出来的时候，很多观众朋友，大家的耳朵都雪亮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说我唱的有四海腔，因为爱讲回流的嘛，但是我们唱的歌大部分都吸烟的很多嘛，结果唱出来就有点四海腔，是，所以这一次要突破，不可以再犯这样的错误。本来你的堂做一个观众朋友可以吗？对，我们等一下来聊这首歌，好，先来弹开两条歌，法掐死结，好嘞，弹开啦哈。世界遗憾未记得，记得爱懂爱的世界。但有你在台树下嘅勇嘅，嘅勇嘅，永久在爱心头。在呀，浪漫嘅路途行得太路红，无论有几重。人心中的指引，去西天，你就一步一步向下行，第一步都是坚定的心，就算未来多多重重困难，也会在希望留心，让总同行走出其他的高原。假世界，遗憾未记得，记得爱，懂爱的世界，只将心中化作母亲的力量，才坚强的风采，永久在爱心中。行得太路红，无论有几重，很担心中的指引去西天，你就一步一步向下行，每一步都很坚定的心，就算未来都多重重困难。总同行走出其他的高原，把这世界遗憾未记得，记得爱懂爱的世界，只将心中化作母亲的力量，在坚强的。在爱心中。
谢谢老师，辛苦大家，谢谢。在泰国嗰陣我唱過新聞同係啊，選文咧，啱啲佢會寫歌，佢寫詞啊，我們兩個一起寫啦，但是他共創。給他把它長了，他寫講話比較正。哦，他長基本鹹豚概念怎麼寫出來？對，還有啲字頭欣賞，哎，對，還有指導老師嘛。因為這一次會跟新聞合作很大的原因啊，因為講這個。剛好跟林展毅老師認識上哦，對，我那天還看他帶你去哪裡？梅州，大陸梅州，梅州，哦，啊，這個新聞，他現在那邊很受歡迎，很受歡迎，對，真的。他剛演東東啊，東東，啊，這一次這個，他現在改名叫喜芳啦，張喜芳，對，他就是因為現在都幫展毅老師做主持人嘛，哦，發動的主持，那剛好展毅老師也找我去梅州，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又再度遇到了，對，然後就合作。上吃到2條狗影下燈用動吼，他很開心，因為那一天我們在表演的時候，他覺得說啊，昶均原來他第一次聽我唱歌，以前就都沒有簽到，他說我現場的爆發力不錯，他就覺得說帶氣氛，沒有給他那個丟臉，對，哦，你還下去台下跟他們每一個這個來賓互動，有，海報還整個帶來一大堆過去梅州去發，這樣，是，對，表示真的，客家文化嘅交流，海峽兩岸都紅到發紫了，真係，沒有，跟你比還差很遠呢，是真的差蠻遠，對啊，你是全球的，對不對？史推冇通用的呀，係嘛？現在紅的機會不一樣。過氣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阿沙羅帶來2條歌嘅嘛，本睇自個譚坤啦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2條歌。大家要多多支持啊！昶均哈，真的非常優秀、非常認真的一位歌手啊！發熱線咧，好多歌嘅專輯咯，以壓情色哦，多多支持。啊，你就彈一條都愛相信，好嚟。真心一片情，我的真心献予你。两项世界心连心，不免别人来证明。这款心den的感应，像传开遐自然。这款天生的约定，早就刻在心。我相信，自由的爱无地比，勇敢党的彩笔，绘出属于咱的天。我相信，祝福的爱上可贵，用歌声邀请你，看到幸福的人千万年。真心一片情，我的真心献予你。两项世界心连心，不免别人来证明。这款心den的感应，像传开遐自然。这款天生的约定，早就刻在心。相信，自由的爱无地比，勇敢党的彩笔，绘出属于咱的天。我相信，祝福的爱上可贵，用歌声邀请你，看到幸福的人千万年。我相信，自
彩美，月出属于咱的天。啊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祝福的爱上可贵。用歌声邀请你，看到幸福的人千万年。